舊油麻地警署位於油麻地廣東道627號，係香港最具代表性嘅歷史警署之一。建於1922年，隸屬於香港警務處西九龍總區，至今已有逾100年歷史，曾係九龍區重要嘅警政中心，處理過無數大案要案，現為香港2級歷史建築。警署採用了殖民地時期典型建築設計，灰藍色嘅外牆配以白色裝飾線條，亦有特色嘅拱門廊柱，都保留咗舊式報案室、拘留室等設施。佢因經常出現喺香港影視作品中而聞名，被稱為港產片御用警署。曾出現喺《無間道》、《古惑仔》等多部經典電影，現成為香港重要嘅文化地標同打卡熱點。